若继续要来讲大陆冷气团落南，今仔日透早上低温伫南投的中寮只有9度8。气象局讲，冷气团到位，北部、东北部的气温明显下降，这个高温无超过20度。嘛来针对着新竹甲苗栗矿块地区来发布着黄色的灯号，可能有10度以下低温发生的几率。也毋过，这波冷气团属于大冷，并无夹水器，对目前正欠水的南部来讲，并无帮忙。当然出来练歌后，即嘛算是一种运动。吹面不寒，用流风阁真正有淡薄较寒。沾衣浴湿，杏花雨，衫裤袂淡。因为落南这波冷气团较偏大冷。透早上低温度伫南投中寮9度8。气象局表示讲，拜五到后礼拜一，冷气团和北部、东北部会寒甲特别有感觉。明天清晨的时候，在宜兰、新北、新竹跟苗栗，还有金门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10度左右的气温。周5到下周1，尤其西半部的日夜温差会逐渐的加大，请大家注意这个温差的变化，来调整您的衣着。气象局针对新竹县、苗栗县发布寒冷的黄色灯号，气温有可能较无10度，因为偏大冷。目前喙焦欠水的南部只好较忍耐咧。气象局提醒北部、东北部的民众，高温较无20度，矿块所在上低温度剩10度。这几天啊，16度以下就拍一个这杯饮料，你看会到嘛，啉会到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